Hello，大家好啊，又係阿 Joy 啊，同大家傾下偈先。咁呢，我呢依家呢就準備去探我老豆啦嚇。不過我估佢依家食緊飯，我就唔想即係依家阻住佢。話說呢，佢就早幾日呢就因為身體有啲問題啦嚇，中風嚇，疑似中風，好大鑊。入咗醫院，依家喺康復大樓嘅病房，轉咗康復大樓嘅病房。都叫做好啲啦。呢幾日都有睇佢。依家收工。喺架車度執緊啲物資嘅期間呢，睇到份報紙。我諗住攞份報紙攞俾佢，等佢可以解下悶啦。都想講一個幾得意嘅新聞，就係呢，其實琴日電視我都有睇到，講重慶呢有一個妹妹啦嚇，咁去求助呢一個叫做要佢哋嗰個村個習俗啊，即係叫做按年珠啊。跟住呢，就唔知點樣叫按年珠啦，即係按照個按啦，跟住年係年份個年啦，按年珠。即係要劏豬啦嚇，簡單嚟講。佢呢就話因為自己個老豆年紀大啦，就驚個老豆呢撳唔到嗰個豬啊。即係按照嗰個村嗰個傳統啦嚇，每年呢都要殺豬啊，即係跟住撳唔住啦。希望呢有人幫佢啊，撳住個豬。哦，即係可能按年豬。我明啦，按年豬嘅意思即係撳住嗰隻年豬啊。呢一年我就要劏你呢隻豬，咁叫按年豬。就揾人嚟幫手啦。點知呢，佢喺微信嗰度就設立咗幾個群組啦嚇，每個群組呢就500人啦。加埋埋呢，竟然有超過2000人呢，就嚟到佢嗰個村嘅屋企啊。即係刨豬湯啊，呢度講嚇。嗰個根據佢嗰個叫做呆啊，嗰個靚妹叫呆。個名幾得意，叫呆。佢話咧，刨豬湯咧係佢哋川渝等地年尾咧殺年豬一個最具煙火氣嘅家宴啊。冇諗到咧，互聯網嘅力量咧，竟然可以將佢個求助聲咧，即係越傳越遠啊。評論區同埋私信裏面咧，全都係講咩咧？就話啲車咧已經喺路上啦有重慶嘅本地啦，亦都有嚟自數百公里嘅網友啦嚇。呢啲網友咧，仲紛紛咧就提即係自己啲禮物啦嚇，去到呆嘅屋企。呆咧就佢嗰個頭先講嗰幾個即係微信群咧，就即係瞬間就滿員啦加埋嚟2000幾人。到10日嘅晏晝啦就有數名嘅網友咧就陸續已經趕到呆嘅屋企咧。第二日咧就即係殺豬做準備啦。刨豬宴咧就正式舉辦。呆嘅家嘅附近咧，哇，車水馬龍。網友咧帶住佢啲特產啊、食材啊、煙花啊，啲車咧排到去村口咁誇張。啲人咧好好啊，各自咧就分工合作啦嚇，有啲就洗菜，有啲就炒菜啦，有啲係招呼客人添。有啲知名嘅一啲即係可能做即係餐飲嘅，例如一個叫做永昌嘅老鵝哥，亦都喺現場幫手整嘢食。合村區嘅多個部門、鎮村幹部啊、志願者咧，話成200幾人咧，亦都自願嚟到維持秩序啊、疏導交通，保障嗰個通訊啦嚇。根據個官方嘅數據咧，10號到11號啦嚇，1000幾人咧就參加呢個活動。到12日嘅晚上咧，目測咧有成2000幾人。呆咧就即係喺自己嘅直播間咧，都即係嗰個刨豬宴嘅現場咧，實時喺度。即係喺度在線都有成10萬嘅觀眾，哇，幾犀利！即係活動咧，仲吸引咗一啲台灣嘅遊客咧，專程嚟到呆嘅屋企咧，就去品嚐呢個刨豬湯。有一個叫做嚟自台灣高雄嘅視頻博主啦李東恩講啊，佢就係俾呆發嘅貼咧就吸引嚟到。佢仲會話咧，之後咧會將合村嘅刨豬湯咧介紹出去，等更多嘅台灣同胞咧一嘗呢個美食。咩係刨豬湯咧？嗱，呢度咁講下，刨豬湯咧係盛行喺川渝等地嘅歷史悠久嘅民間習俗。佢並非單係指一碗湯，而係指咧殺年豬當天咧以新鮮嘅豬肉
內臟同埋豬血咧為原材料烹製嘅成個餐桌嘅宴席啊，係穿越咧呢個地方殺年豬時嘅家宴咯。咁頭盤頭菜就係呢個刨豬湯啦。一般咧就選用新鮮嘅豬肉啦、排骨啦、豬粉腸啦、豬內臟啦、豬血黃啦等多種食材為主材料配以大白菜白蘿蔔、時令嘅蔬菜咧燉煮而成。另外啦，刨豬湯嘅重頭戲咧係一桌豐盛嘅全豬宴，所有菜品咧即係均取材於即湯即煮嘅連豬。通常包括有咩咧？有回鍋肉啦，哇正啊回鍋肉。仲有咩？炸酥肉啦菠菜炒豬肝等啦。呢度想講咧就係哇，當呢個鄉土嘅即係民咁淳樸嘅遇上呢個網絡嘅熱情咧，就一下子變成一個咧，好似一個好大型嘅一個節目啊！呢度講啦新聞都專家解讀講一條求助嘅視頻咧，即係竟然讓一個普通嘅村莊咧爆紅啊！呢場咧始於呢個殺年豬食刨豬湯嘅邀約咧，係藉由數字呢個媒體咧就意外咁樣就破圈啊！嘅鄉村生活嘅彰顯啊！重慶工商大學咧文學與新聞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殷一個姓殷嘅博士咧指出啦呢個正咧就係民族生命力喺當代嘅生動體現啊！當鄉土嘅質樸咧遇見網絡嘅熱情咧，傳統嘅文化咧就可以以一個鮮活嘅方式咧，即係被重新看見啦、參與同埋理解啊！另外呢個殷博士又講喺快節奏嘅城市之中咧，過年嘅一個味道咧，通常都被壓縮同埋咧縮短啊，變成一個咧同消費掛鈎嘅一個清單咯。但係嘅發布咧，呢個殺年豬咧就喚醒咗好多當代嘅人啦過年個儀式感嘅一啲回憶咯。我自己睇到我都覺得哇，真係好有過年嘅氣氛。雖然呢個係唔係過一個正式嘅農曆新年，但係可能佢哋即係都係啦，一年之尾或者一年之首咁樣就做一啲咁樣嘅湯豬，都係一啲城市嘅人咧感受唔到嘅。殷博士喺度指出啦面對突如其來嘅千人奔赴當地部門咧以疏導交通啦、保障安全啦、提供文旅資源嘅方式咧，去促進呢個成件事件咧咁樣圓滿咁樣去舉行啊！根據合川區呢個文旅委黨委委員佢透露喺10號嘅凌晨起工作人員咧就以一個外圍協助嘅方式咧參與現場協調。喺12日宣布活動結束之後咧，政府咧就迅速仲要喺高速嗰個公路咧就設置一啲提示牌，告知遊客咧嘅年豬已經食完啦，並且梳理出咧18家咧可以承接遊客嘅場所分流一啲可以係我諗係酒店咁樣咯。殷博士又講啦官方咧亦都唔急於咧管理嗰個流量，而係以呢個服務者嘅姿態咧融入其中。使到熱鬧咧得以延續而不失秩序。亦都為鄉村文旅嘅流量我記得度講流量流水嘅量咧變成流量係留低個流量，提供咗樣本，折射出呢個現代治理嘅智慧咯。真係好誇張！我琴日睇嗰啲片段咧，嗰條鄉村咧其實都係好簡樸嘅一條鄉村。睇到啲人咧就喺度劏豬炒餸好多人，你好難想像呢啲原本係一啲唔識嘅人咧，竟然咧就可以藉住呢個網絡呢個平台咧去好似做到一個鄉村嘉年華咁咯。有啲網友咧直頭咁講不如就索性咧就設立一個刨豬節啦咁樣。我諗唔使講呢個城市咧，呢個鄉鎮咧都會搞。因為有網友都提到今次呢個岸豬走紅咗1月11號3個1合起嚟咧，真係一個村字喎，係咪又無獨有偶咁不如就以後咧就用111就設立為呢個殺豬節
咁咧即係嗰個村委啦嚇，嗰啲官咧都考慮緊啊，都真係有機會可能採納呢個網友嘅意見，咁啊111變成一個重慶呢條村嘅刨豬節咯。咁啊嚟緊都就過年啦，咁啊係咯，咁啊希望大家都即係有翻啲過年嘅氣氛啦。即係過年嘅意思其實就係一家人齊齊整整、團團圓圓咁樣，其實簡簡單單啊，可以圍住一齊食餐飯，其實已經好開心。咁啊老豆咁樣今年啊入咗醫院，就希望佢可以早日康復啦。即係依家佢即係活動能力有限啊，即係我諗有一個漫長嘅康復嘅日子。咁啊，唉，點講呢？本身行得走得游水噶嘛，係咪先？咁即係都都好無常咯，我自己覺得就係咁。咁啊，祝大家身體健康啦嚇！有能力嘅就好似呢啲網民咁啦，去幫啲冇能力嘅人啦，係咯。咁好啦，我都要上去探阿爸啦，係咁啦，拜拜。